今日係2025年11月28日，今個星期真係核爆到唔掂啦。首先，有 MIT 研究話 AI 而家可以做美國12%嘅工作。佢哋話呢 AI 特別喺技術、金融同埋醫療上好強，成日幫人做工。即係話唔好再以為 AI 唔會取代你嘅工作，可能隨時要跪低。跟住 McKinsey 話未來工作會係人同 AI 嘅合作，預計2030年美國會因此多出2.9 trillion 美金嘅經濟價值。啲網民笑到碌地，話而家要學 AI 技能，2年內需求激增7倍，救命！唔知你哋準備未？再同大家講下，研究顯示有啲大公司因為 AI 自動化，根本唔需要咁多人，最多可能多達20%員工冇晒位。如果你即將被 AI 踢開，可能要考慮轉工或者學技能。而家美國政府仲 launch 咗 Genesis Mission， 要整合 AI 平台，快啲令科研變得更加自動化，又話要解決今世最難啲問題。想唔想知多啲？最後 TechNet 講咗幾個近期 AI 工具，例如 Instacart 推出咗 AI 嘅購物解決方案，仲有 Google DeepMind 研發嘅天氣預測模型，真係快過閃電。總之 AI 而家有得你睇，即刻嚟加 comment 邊條新聞最癲啊！